名朱是定，这什么意思？好，朱是定，敢是伊的名？这个朱是定是伊的名？敢有定？那有人两个朱姓，是，是两个姓，对啊，福姓两个姓的，朱是嗯哦，姓朱名定，朱是定，嗯，是就比如讲单是什么哈，哦对对对，陈迄个氏这样哈，这是的，可是，能是啦，我无太确定，但是有理啊，嘿，伊的名叫做朱是定。就是这个查某人，伊后头厝的是猪，哦，有定可能是蛋挞，拄则你讲的对啦吼，计互蛋挞，啊，嘿，但他个人叫蛋挞素，啊，但是嘿嘿，伊姓的名叫做姓朱，本名嘿嘿，是啊，定，定这个名嘛是真特别定，对啊，嗯一般吼，即我是嗯，看迄个潘科元老师讲的，讲一般查某人的名会用白话音读较侪吼，哦，是定哦，是啥物字的白不管话音咧？哦，这个可能是你。是，当然嘛有可能是即字啦，咱歹讲吼。丁，即字的白话音是丁，无毋对吼。伊另外一是，个音是丁嘛，嗯，是，嘿，好，一丁好，啊是继续吼，分丁吼，啊但是这是丁，嗯，咱好，继续讲。继续吼，好，主是定，是五国起的姊妹，已经现会。贤惠，嘿，以前贤惠是真好的妇人人，迄个贤惠是啥物啊？哦，贤惠，哦，原来嘿，是这个词贤惠好，以前贤惠是嘿，真好的妇人人，真敖讲话，好了解。有时捌教人当代志，迄个当代志，敢是敲代志，也是处理代志的意思。当应该是，代志，嘿，好，所以人。那咋叫邓哩？吼，邓就是邓西嘛吼，啊，所以，东西嗯，哦，的确有这个动作。所以叫即伊讲是个邓，仲裁和解哦，对对对，和解。嘿，嘿，好，所以讲伫现代已经有受华语影响的代志嘛，有常听人讲要敲代志，敢是共款的意思？迄个敲，对对对，相款，嘿。古早较正版的代志，会讲是当代志安尼我是诶，的讲法，当。我感觉会使扣转来用吼，诶，较好当代志有啊，迄个对，好。第二点的例句就是有当代志，嗯，好，好，继续吼，嘿，甲人当代志，所以人称伊了解，称伊做查某总理，迄个青敢是衣就是称呼伊，对对对，青好青，呼毋是请伊迄个请，因为毋是即个字，好，称伊做查某总理，了解。以前早就来印度里，算是北部头一个富人，伫9月17日1876领水嘞，吼，嘿，即摆你敢要听着？我的网络敢若怪怪。我有听到，但是佫开Hello，始你敢有拖听着我的拖，声我有听到，啊？我有听到，但是声音会拖，诶。好，嘛是开始当拖，嘿，好，我来看我这个网络来啊，好，我来看卖吼，我来看要安怎处理，我甲一寡物件等关起来，安尼好，请继续看吼，
听不太清楚。已经地省艰苦，向海死。你即马敢有听有？你嘛敢有听着？有听，Hello，到，嘿，有，安尼，好，哦，好，我拄则是读到法国拍台湾的时，有受艰苦，险互歹人害死。吼，哦，诶，无啦，你头前迄段话，以真热心干净道理，拄则应该我读的时阵网络断去啊，哦，所以讲好，以前的心干净道理。法国拍台湾的时，有受艰苦，险互歹人害死。好，继续吼，嘿，伊抱养道理到一世人，到182年过往，享受84岁。好，这段较简单，你感觉来读一遍？嗯，蛋塔索名朱士定，是五国坑的姊妹，伊真贤惠，是真好的妇人人。真敖讲话有时捌甲人当代志，所以人称伊做查某总理。伊真早就来信道理，算是北部头一个妇人人。伫9月17日1876年西伊真热心干净道理。法国拍台湾的时有受艰苦，险互歹人害死。伊抱用道理到一世人，到1881年过往，享受84岁。好，继续吼，嘿，后一页是另外一个人，嘿，李亚，嘿，李亚，好，李亚是属三角部的教会，伊是李合成李阳的老爸，甲李强相时得到道理。了解。第174年，吴宽如大升应娶李强，总是伊心肝摇移，就甲李亚做阵去找李春生讲红门来教这是知由。迄时因毋知李春生是教会人，因去问伊，是因为李春生常常甲外国人做对，所以拍算伊的确知影因的宗教。李春生甲因讲，该牧师所传的道理是好，恁通信煞讲你通信，这个应该有一个长句吼，你可能嘿，通信，嘿，有一个卡嘛，煞讲，伊也是敬拜上帝的人。你也听了真欢喜，对迄碟了后，祝福伊的行动，每礼拜去淡水礼拜。了解。到失拜堂伫轮啊顶教会拢是姓李较侪，通知伊前力招呼亲戚。
亲切啊，了解亲切。又做长老，伊个囝李合成也做长老，真出力伫教会。好，好，这李压，好，好，李好，压好，读这你敢要李压。来读一遍？李压是属三角埔的教会，伊是李合成、李炎的老爸，甲李强相时得到道理。伫1874年，吴宽如大成引带李强，总是伊心肝骄疑，就甲李压做阵去找李存兴讲。阿门来传教，这是宰样。这个宰样吼，一般是会读是鼻安怎的？音的哈。哦，对啊，对啊，我拄则读的时阵嘛是感觉怪怪，宰样，我看卖，这个敢有其他意思？是宰宰样，还是毋知是太婆，也是有即个口口发音。宰样，无这个字。这是第二声、第七声，第七声，我这个第七声没拍掉，第七声，第二声、第七声无。但是嘿，一般是偏音啦吼。嘿啊，安尼就对啊吼，宰样，这是为虾米吼？这是敢是太婆？基本册太婆就这。毋知呢。迄时嘿啊，因毋知李春生是教会人，因去问伊，是因为李春生常常甲外国人做对，所以拍算伊的确知影因的宗教。李春生甲伊讲，该牧师所传的道理是好，恁通信。煞讲，伊也是敬拜上帝的人，你也听了就欢喜，对迄条后，招呼伊的亲同每礼拜去淡水守礼拜。到设拜堂伫轮仔顶，教会拢是圣礼较侪。通知伊真力招呼亲戚，伊有做长老，伊的囝李合成也做长老，真出来伫教会。这是李亚。好，后一个。后壁詹温，好，詹温安尼，詹温好，詹温长老是水灯骹人，你个会记得水灯骹伫倒位？毋知影。石子，石哦子啦。咧好，石子原来是遐，好，水灯骹，好，细子嘛，就是最多伫遮转活转去安尼。系啊，好，也好，你是水灯骹人，后壁搬伫圣，毋是搬伫新店做茶，袂歹哦，做茶。伫1874年得到道理，迄时伫新店无拜堂，逐礼拜就去南港有迄个时阵就到南港哈，就叫做南港。好，南港三重埔做礼拜，好，到1878年新店已经设拜堂，就做新店的长老。好，伊做长老真热心，所以该牧师有派伊去店拜堂做传道。
即个敢有力伫啊去新店拜堂做团道，无你认为那什么字？新店就是拜堂头前哦迄个店，有也是可能啦，迄个店嘛有也是迄个店是白字白意思。店当然是新店的店是名词，即个店是嘿，有可能是店店伫咧什么伫啥物所在？所在？嘿，对，哦嘿嘿，哦，就是派伊去去店拜店伫堂，咧店拜堂哦，做，去店伫拜堂做团道，哦，就对对，是到了，嘿好好理嘿，解好。我想第一相信八八四，是安尼啦，嘿，第1884年有去基母基母老做团道啊，有去哦，即个我来画迄个声调，有去基母老做团道，拄着法国台湾，就对宜兰转来水灯骹，伫遐拄着歹人讲伊同欢，嘿，通番好，对，通番掠伊送互老统领，哈哈，老兵团吼，老嘿，统领，是，也是，好，他刷好啦，吼，嘿，后来送互老嘿了后送到虾米本府，吼，本府好，出来个店。吉姆吉姆佬后人贵人番社头黑上酒哦好，遮个所在传道里，了解。伫1912年就过了，今年85岁，要勇行，为行真远的路，，OK，了解。即个人的故事，来谈嘿，谈。来，好，叫做詹温吼，詹温长老是水长骹人，搬伫新店做茶，伫1874年得到道理。迄时伫新店无拜堂，逐礼拜就去南港三重埔做礼拜。到1878年，新店已经设拜堂，就做新店的长老。伊做长老真热心，所以大牧师有派伊去点拜堂做传道。伫1884年，有去基母佬做传道，拄着法国拍台湾，就对宜兰转来水长骹，伫遐拄着歹人讲伊通番，掠伊送互老统领，后来送互老钦差。迄个老统领和老钦差无共人哟。我就是讲同一个人，拢是老兵团的。毋知对一个是虾米啦，吼，不要紧。了后送到本府，呃，出来，出来，搁去点基母仔，后人人番社头下上酒暖，遮个所在传道理。伫1912年就过今年85岁，要勇行真远的路。嗯，OK，遮好，地名有诶所在我毋知，基母佬是伫倒位？伫宜兰吼，基母佬，唔知影啊，毋知应对诶。该是我来记，我我来找一个进前嘿，有找到的迄个地名地名对照，是。基母佬。嗯
这个早就没有这个早。基母老伊讲是宜兰东山乡三喜村。哦，我来打一个 link 给你。哎，大地 chat 遐吼。 OK 好。伊当就是迄个伊该无输迄个教会诶古早地名经历安尼。基母老，我看伊是第36号，基36母兰， 36号，嘿，哦，基嘿，母老， 36，嘿，基母老吼 ，OK，东，我记得宜兰有一个所在叫什么有一条溪叫什么老溪，我是一时仔都想袂起来。哦，因为我捌带，较早我带阮查某囝去遐露营，这物事想袂起来叫什么？迄条叫做什么老溪？我看觅。查无。好，哦，吴哦，老溪的款。哦，对，有听过这个名，嘿嘿嘿，应该是该有吴老名。坑啊，吴老坑啊，是叫做吴老坑哦。所以应该我咧想讲，拢有吼。这是毋是就是基母老？因为这就是基母老，是毋是基母？因为基母老是基母老吴老坑嘛，但是东山看一下这个所在伫倒吼。这个电子maps。遮吴老坑是伫倒位啊？我对宜兰遮无介熟吼。对啊，我嘛是。差不多就是遮嘛，吴老坑嘛。嘿，拄则哦，嘿嘿，拄则讲迄个三基是伫倒啊？三基村伫遮哦，七十路的11分钟5公里。OK， 好，参考一下就好啦。我嘛毋知你是到底是啥所在。好，搁一个，搁一个，头仔倒，OK， 基母老后人，这个后人敢是这个苗栗的后人，我都毋知，应该是吧？我我是确好好，定吼，有可能因为因的这个北部长老教会的这个管区吼，因较早含这个中部南部的这个长老教会的分挂这个地方分挂这个界线吼，挂伫的这个苗栗一个所在叫中港区。中港区，好，我敢捌甲你讲过，我现在袂记啊。嗯，我袂记，我感觉捌甲你讲过。中港区，敢若是这条的吧？哦，头份有看到啊，嘿，嘿，有看到，苗栗县啦吼，是嘿，个市搁较南边一丝仔尔吼。较早阮一寡较早伫个我的同事吼，较早伫个中华电信的做
寡同事是因住伫头这边的，可能客人的话，所以因定讲伊讲即条中港溪，反正因定咧讲起即条溪啦，所以我知影即条溪。较早因即个北部除了到的管区就是包括宜兰台北一直到即个中港溪，就是本外线差不多就是遮对啦。哦，好好，咱咧拢算新北部，咱咧读嘿的就是即位啊历史安尼。嘿。后人伫就讲到后人吼，后人，但是后人伫较后壁哩，后人伫较后壁伫遮呢，我毋知，我毋知安尼后人敢有算是北部教会，我就毋知。毋知，好，过来是归人番社头，番社头我就毋知是毋是社头吼，社头我毋知是毋是。你主要即张毋知。伊讲是壮围乡红叶村。哦，番社头 ，OK， 番社头好。第几条？我看觅22条。第22条，番社头好。OK， 好。过来是回收酒嘛，吼，回收酒你知无？回收酒就是泸州酒嘿，吼，泸州就是伫沙丁堡附近边啊，这是叫做回收酒啦，吼。好，咱继续读下。高下索，这应该佫是一个查某人。我看一个数，嘿嘿，是好。高下索的名林氏贵泉，好，林贵泉了解。伊属新店的教会，伊做人真贤讲话，也真好胆。伫178年3月日，敢是安尼讲？即个数字。3月10日。3月10日，所以讲10，好10日。年岁日3月10拢变掉。是10日。所以讲10即个数字吼，就是读起来无迄个分别。无啥物？就是无差别，就是文白音拢共款。有文音是10。对，毋过啥物个啥物字拢是读白话音吼。3月10日，对。10日，年岁日，了解。信道理的原因就是因为伊的厝洗一个，伊的厝洗一个歹人，洗一个歹人，为虾米？洗厝就是做啥物人租出去叫做洗厝，租赁就是洗。对，了解，洗厝迄个洗，了解。伊的厝洗一个歹人，搬去了，厝内要100个官老爷，摕去是啥物？摕去哦，官老爷摕去，啥物意思啊？就是讲人搬走，结果个100度吼，叫做100度是官老爷度无摕走，摕去。摕走吼。是100个官老爷摕走，摕去。迄间厝就无人敢甲伊洗。我要是毋是甲伊理解，迄个100度是啥物意思啊？100，一幅画叫做100。为虾米
为什么会讲到一幅画？这啊，有什么因为内底，关系？因为人甲细厝诶人，可能搭一张图，踮咧壁顶之类诶啦，吼，壁顶是什么？壁顶就是墙上啊，是。啊，为什么歹人会伫壁顶要搭图？伊敢是有什么什么伊病？无讲，我毋哦知嘿。是嘿，啊，好，但是拜关老爷这有可能是黑道呀。对，嗯，了解。好，搬去了厝内要100个关老爷，摕去。了解。总是摕去啊，总是理解啊。好，关嗯，老爷摕去。所以讲，黑道歹人嘛是有信迄个关老爷的。哦，伊拢有对拜这个，对对对，因讲什么义有薄拜关老云天的，爷嘿是武功就好诶。好，继续，迄间厝就无人甲伊说。好，这段迄一个嘿，拜关老爷，因拜关老爷毋是讲武功好啦，因拜关公是因为关公是讲义气嘿，的人，对，黑道诶迄个人，义薄迄个人云天啊，所以讲义黑道较，义气，其实较爱拜关老爷。这是哈这是哈，这是我感觉这是骗笑的吼，就是嘿啊，当然当讲个然嘛是骗哦，笑诶。当然较讲什么讲义黑妹气吼，那黑有可能。妹黑白讲诶啦，嘿啊。好，这段你干嘛来读一遍？好，高下的名林氏贵泉，伊嗯属新店的教会，伊做人真贤讲话也真好胆。伫嗯1878年3月10日领洗礼。嗯信道理的原因，就是因为伊的厝说一个歹人，嗯搬去了厝内要一百个官老爷嗯毋摕去，毋嗯摕去，嗯，迄间厝就无人甲伊说。嗯好，继续吼，后一嘿，段。好，下手也毋敢提伊。迄时有林听背表，就好下手信道理。煞讲毋若信毋惊。了解啊，若信毋惊鬼神，安尼下手就信。好胆将关老爷摕迄甲，嘿，摕迄甲，摕迄甲，摕迄甲，嘿，摕摕迄甲，搁将伊诶厝洗做拜堂。了解。新新店头一间诶拜堂是伊诶厝。头一个团队去遐是严清华，下手好大干净道理，虽无读册，会晓讲册册册句来干净道理。伊捌报报道报道两个秀才。迄个报道两个秀才，报福道是啥物意思？福岛博报岛，道遮厉害！伊捌嘿，报道两个秀才，嗯，一个童生，对伊性道理了，达理有讲道理，互人听。到法国拍台湾的时，伊的财产拢互人抢了。伊本身互歹人先倒办，先倒办是啥物意思？倒办，毋知看无，先倒办，等一下来查好啊。嘿，伊所拄到的凄惨，互伊搁较热心信主。伫教会中探亲
女丈夫，女丈夫了解。伊伫1927月16日享受86岁。好，来看迄个仙刀板是啥物意思？仙刀板，伊本身互歹人是仙那是哪？嘿，哦，知影仙还是仙？仙那是仙也是嘿啊，看无清迄个声调。刀板什么意思？刀板什么意思？刀板，刀板。仙刀是嘿啊，板是第二声嘛，刀看起来是第一声。找无。刀板诶，第二点有啊，刀板，刀诶面，刀板。是。就是用刀板来扇，敢是扇敢是一个动作。但是我感觉迄个声调可能毋是仙吼，应该是。有可能是别个声调，伊我感觉是无清楚。第三声啦。扇刀板，对。安尼较合理啊。好。扇喙皮诶扇。就是歹人。对，有扇喙皮。好，我来看觅。好，安尼这段你感觉来读一遍？下嫂也毋敢摕伊，迄时有林卿陪别，就互下嫂信道理，煞讲若信毋惊鬼神，安尼下嫂就信，好胆将关老爷摕迄角，搁将伊诶厝洗做拜堂。新店头一间诶拜堂是伊诶厝，头一个团道去遐是严清华。下嫂好胆干净道理，虽无读册，会晓讲册句来干净道理。伊捌博倒两个秀才，一个童生，对伊信道理了，逐日讲道理互人听。到法国拍台湾的时，伊的财产拢互人抢了。伊本身互歹人扇刀板，伊所拄着的凄惨，互伊搁较热心信主。伫教会中堪称女丈夫。伊伫1920年7月16死，享受86岁。好，继续吼，后一个人。好，咱后一个。柯林素属新店的教会，14岁的时来台湾。伫1878年领洗礼，伫教会未信道理以前啥物咧？就爱变调，未信道理以前，伊的丈夫可能咧跳动。不时赢元帅爷。毋知影迄元帅爷是啥物款的神，毋知影理解意思。一般即种元帅爷就是迄种太岁。太岁，好，了解。迄个赢了解，好。好，逐日真侪人问病，是看毋见面，真远的人也去问伊，
问伊。好，到信道里就迄先不读迄角，毋是读迄角，临所熬里家书。了解。也熬引带人来信主，干教法干教教只是教，嘿即个印无清楚是在好。到法国拍台湾拄着互歹人抢，手互歹人抢，总是伊有缘地心。到89岁死，真清目啊，亲目看见第5代的孙。伊遮写的这几个人拢活了真拢长诶。真长岁数嘿。对啊，长岁数。好，好，即个你敢来读一遍？苦仁所，苦仁所属新店的教会14岁的时来台湾，伫1878年领洗礼入教会。未信道理以前，伊的丈夫苦仁伫跳动，不时领元岁爷，逐日真侪人问病，还是拍毋见面。真远的人也去问伊，到信道理就迄先不拄迄角，任所熬李家书，也熬引带人来信主。到法国拍台湾，拄着互歹人抢，总是以有缘热心。到89岁死。亲目看见第5代孙。哇，第5代孙呢？哇，第5代孙就是孙啊，孙的孙，讲是这个意思，孙子的孙子。这孙，嘿，这叫祖，这叫阿太。阿太，我看卖哦，那是3代，阿伯、阿公、阿公阿嬷、阿祖、阿太。等一下，我看，我搁算一下。就第三代是孙嘛，第4代就是曾孙，叫祖，第5代就叫做阿太。对，阿太，好，对，听过这个称呼。迄个年代安尼是真罕见，哇，遐尼长的人吼。吼，咱嘛爱早嫁娶啦，早嫁娶哦，对啦，是。甲早嫁娶身体爱顾健康才有法度。90岁，我就抓转去，听阮父母也讲，我有一个姑婆食到705岁，旧年遮厉害。但是这个姑婆住伫离阮较远啦，住伫高雄。伊较早住伫皮湖啦，住伫高雄，所以其实阮较无机会和伊接触。好，了解。好，已经9点嘛，今日今日就来休困。咱就读到遮啦。好，我来记一个。好，75页。75。因为我有记对，无看着。嘿，好，安尼咱今仔日就好，读到遮好，后礼拜继续。我看卖后礼拜好，我应该无啥物代志要做。好，因为后礼拜就是迄个。哎呀，要过年啊咧吼。过年啊 ，Lunar New Year 初1。毋过就是拢无安排要做啥物代志。真好，真轻松，真轻松，咱来。好，会使来继续读册啊！若是有代志，我就甲你讲一声吼。临时朋友相找啥吼，做你甲我讲，咱就休困不要紧。若是朋友相找，应该也嘛无即个咩啊讲，一大清早，遮尔清早就有代志。初1是当时啊，初1是初1就是拜六，就是拜六。
哦，诶，拜六就21就嘿，对了。拜六嘿啊21号，嘿啊，哦，好好好。好，啊，所以20这迄暗是围炉啊，恁敢若恁呀，和恁母啊，恁敢要等去倒一嘿啊。所在去围无呢，炉？就是我甲我母也是明仔载，就是拜日甲拜一15哦号甲16号要去清水去看我阿公阿嬷哦诶，怎讲灵骨塔嘿，哦哦go 去台中遐，嘿哦，啊，好好啊，好。讲过年放假已经，因为真济所人拢足侪人，阮就哦，想要去避开咩讲，避开遐侪人潮。嘿哎呀，嘿嘿，好，所以讲过年迄礼拜，阮就无代志，好踮伫好厝内尔。嗯，好，安尼若迄工透早你若要读着，不要紧咱就好，读。透早，好，咱就来读册。若是有代志，我就甲你请假呢。好好嗯，好好，安尼咱后礼拜后再。礼拜你敢再会。嘿，最近 bookworm 你敢有参加？哈，什么迄个 代志？bookworm 迄个，不过足久无参加。啊是啊，顶礼拜我原本想要参加，毋过就是我就发现迄个 Meet Up 是有 quota，也是有上限，哦，伊一摆敢若10个人参加尔，哦安尼哦，就是若是超过伊就会讲已经满了，伊无法度哦，搁参加，哦，所以因真讲后侪人，咧，系啊，所以讲后一摆我就有早去登记。嘿嘿，看你敢莫去登记，敢若哦对啦，就是倒我一天啊，敢去订，是嘿22号，后礼拜的拜日就是22号。我已经我已经搞应该是你你袂记啊，遐的22号，嘿啊，我嘛是，你咧破病啊，嘿啊，我你就进前，拢你拢你嘿啊，拢较近，我进前转台湾啊，啥拢无法度嘿，啊，拢足安无闲，尼，我嘛是足无闲足嘿，久拢无加，嘿啊，我好好，是讲若是过年，就是22号迄个拜日，是我台湾时间的拜日，恁遐时间应该是拜六21号，哦哦哦，拄好就是后礼拜嘛，吼，嘿嘿，嘿啊，后礼拜应该就有时间会哦，当去。嘿啊，好好，毋过你看你敢莫去较早去登记，因为哦好。讲就是一摆敢若10个人参加，10个人我即嘛才当老咧咯，参加。我较早拄诶，加加是三四个啊，拢系啊，人就少，毋过就是你若是我看觅吼，起码后礼拜迄个已经有七个人参加啊，哦，安尼，所以你讲你赶紧去线顶登记一哦，下。好好呵呵呵，嘿，好，好，安尼这样子，台语迄个上线安怎讲敢是讲限制，还是啥物？限制啥？限制上限限制10个人，哦也是12个人，哦哦，嘿，上线哦，人数就是上限，嘿。我即嘛一时嘛想袂起来，好好好，诶好，若是你想起来，咱后摆过来讲。嘿，OK，好，好，好，咱后礼拜再见咯。好好好，再好，会。多谢啊，好，再会，阿曼。